太小颗。啊，我找了2颗。好难吃哦！可以出去了吗？没有吧？哇，好想把它买回家哦！洗厝干、上市场、卖菜馆用上红帮，老做下做料理，好外用版味道重。今晡日啊，洗人下来做厝，我去请番薯来做好食嘅料理。夜白天做洗厝干，系校上抢东西嘅两字天，向景顺老向准义，查两色嘅记条，当然都会因为抢东西严加。唔过清明阿姊啊，还会用露台哦。夜白感情同好嘅记条，爱向下做甜点，故所厝体爱用番薯，还爱用哪条嘅材料呢？这要做什么菜？野姜地瓜 Q 饼，地瓜跟野姜花10朵，那就是咬起来有嚼劲，然后很好吃的。这是野姜花，种在河边，多叶子，然后有白色的花。因为我有做过野姜花粽，打开来的时候就有很多香味。健顺老准义，也无爱做料理嘅食材，都爱去农场地度去寻。嘅近半年啊，咱爱做洗厝干，系对新庄方言国小5年生来嘅总方语老5千样。记得啊，偏爱用番薯来做好食嘅甜点哦。唔过啊，厝体爱用番薯，还有一样动体嘅材料哦。这是什么？就柿饼啊，它里面就黑色的，外面就橘色的啊。先去掉地头，然后再来帮柿子按摩。马杀鸡今天好少，300块，应该够，应该够。200的预算，然后剩下100块当零用钱。就来买吃的。Hello， 拜拜。对啊，往进去，往进去。那个先挑啦，好好吃的啦。不用了，谢谢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芋头糕。你看呐，也用嘅正经当抢使贵呢。菜还蛮开始卖，就上等爱捞钱拿去买冷搭食。好地啊，今晡日我去新浦嘅传统市场，有当多奇奇嘅青菜，还有当多好食嘅客家点心咯。不过啊，食点心之前，最常用嘅条路还是爱先完成啦。这是什么品种？日本的栗子地瓜，它皮是紫色的，肉里面是黄色的，有没有？淡黄。好漂亮哦，有点像甘蔗。那吃起来会有栗子的味道吗？没有，那为什么叫做栗子地瓜？这是日本那边起过的名字啊。我们要做拔丝式地瓜，大条的话，只要你把它切条状，拿去炸。那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坏？这边会有洞洞啊，会有臭掉啊，那就有味道，臭的味道。我们要这2条，帮我们称一下。好，这条12块而已。阿姨，拜拜。前面那边有一家杂货店，请问什么油适合拿来炸，什么油不适合拿来炸？它就是适合高温炸的，用凉拌没那么香的。所以沙拉油就是专门来炸东西的嘛。是50。那婆婆，你这边有卖2砂糖？有，1斤20元可以吗？那1斤是6大匙吗？不止哦，剩下的你可以瓶罐装着，密封它就好可以啦。以后还有别的用处。那婆婆为什么这个是咖啡色的，其他的糖不是都白色的吗？它要是再精致一变哈，就变白色的，这因为是比较天然的颜色。哦，好，谢谢婆婆。谢谢，拜拜。先来新浦我们客家庄玩。好，剩103，我们再去买一个地瓜，说不定那个栗子地瓜不行。我觉得应该是不用。好，去买一个就好了啦，一个。那它是什么颜色的？1斤25块。那要怎么挑比较好？皮漂亮一点就是最好的。我们要做拔丝式地瓜。皮削掉，切开来一片一片这样，有没有？这么小块这样子。你这颗就好了，刚刚好。这一颗就刚刚好。这颗200。啊，婆婆再见。拜拜，谢谢。你喜欢叫婆婆？你那明明就很年轻，你就叫人家婆婆。它如果加原本的100块的话，就是183。然后接下来还要买一个柿饼，柿饼应该一个10块。你要抢劫哦？要亲手做的。
亲手做也要付钱啊？亲手做会比较贵啊。一个而已，啊，就10块。那剩的钱要吃东西。对入到菜市场，两个就经典算是连蛤蟆买到嘅吃法，每个算到按详细，像係味道就得要存下來嘅錢，就得是挑夫法。另外做啲台北公寮嘅洗廚館，就冇按強鬆咯。經順流轉移，見到嘢清洗去熱番薯，因為野味係照3天嘅體型來種菜，有所當到嘅青菜都種到斜斜嘅架搭，看樣嘅見到嘢愛切嘅菜，是要死掉嘅呢條咯。今天你们要拔的品种是哪一种？一种红心的，一种紫色的。我要红心的。要红心的。嗯。好，我知道怎么拔，是不是像红萝卜那样？沿着它的藤蔓慢慢去找，慢慢去找，对不对？你在附近把它拨开，因为这个土松松的，你就慢慢这样子就上来了。姐姐，你要找找看里面还有没有？哎有哎，又找到了，找到第2颗了。哦，我找到1颗了。这么慢才找到1颗。跟拔红萝卜的感觉有一样吗？不一样。那你还有一个头啊。拔红萝卜是从叶子那边这样拉起来。农夫叔叔，这么大颗的地瓜什么时候才会变这么大我们大概在4、5月的时候种的。？4个月左右。对，没有错。为什么这种番薯这么小？这一块是用有机种植，所以它的大小会很不一。它的皮为什么没有那么漂亮？黑的，就是会有被虫咬，包括它的叶子、蚱蜢啦、一些虫啊都吃了。为什么这边会白白的，然后黏黏的？它含的淀粉质很高，甜度也很高，所以它就很粘手，表示它很营养。来，2个比赛一下，看谁先找到。那我来计数。找到你的宝，找到这个太小颗啊！找到，我找到了，很大颗吗？被挖过了，可恶！找到了，我找到2颗。 3、2，把你最大颗拿出来。差不多了。那姐姐获胜好，因为姐姐挖比较多颗。我们要买地瓜3根多少？有机种植的地瓜，1斤是60。那这个大概几斤？那我就算你1斤。农夫叔叔，那你知道野姜花哪里可以买吗？我们这里的野姜花是不用买啊，我可以带你直接去拔啦。现在要去吗？好。好，来，谢谢。種阿嫂啊，遇到冇一些農藥破壞環境，有所番薯怪體，就換做冇香用嘅青菜，就唔愛本強種嘅菜蟲，以此啲留啲強啲嘅甜度。雖然按用較辛苦，不過看洗廚館是番薯嘅用嘅，種阿嫂嘅3萬都有價出咯。寒假你哋一定會吃飽掉嘅，因為撒下來摘櫻桂花又會較困難咯。对。这个路好走吗？一点都不好走，很害怕跌倒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草丛里，对不对？我们稍微把它扰动一下，可能有其他的小动物啊，让它惊扰一下，它就走开了。好香，很香，这个有草的味道，比较清香。那农夫叔叔要怎么采野姜花？开花的还是要有含苞待放的呢？我们要含苞待放的。好，像这一朵有没有？它有的是开了，有的还没开。那我们就把还没开的，我们就往上这样轻轻一拉，像金针花。这样就上来了。像白金针花。那要怎么保存？回去之后就先放在冰箱里冷藏。可以插水里吗？但这个花苞是不用插的。那你整株的话，插在花瓶里面，它的香味可以持续这个1个礼拜，整间屋子都很香哦。我要继续找。哪里有？要跌倒了。没关系，可是很难起来。找到了。我也要拔。姐姐，我也要拔啦。耶，4根了。
才2根，做菜要10根。耶，找到了！经顺路转移，已经买到了青米风食菜，又清香的英国花。洗厝干基本意想要做个甜点番薯饼，吃起来的风味就会较无香用咯。另外做个蜂蜜老青肉，下摆啊想要做个黑棒西番薯，也出菜地度啊，要用到个刺花和麻麦豆，也下拄好黑晒刺花的季节，故所客家来去买咯。我看到很多柿子啊，呀，这是绿色的。对，它有的还没有成熟。那柿子哥哥，我刚才有看到地上有一些柿子掉下来，那是太成熟才掉下来的吗？对，成熟的话我们又没有采它嘛，所以它就会被风吹的话，它就会掉下来。那我们采的话呢，尽量就找有一些黄色的。那颗。像这样的话就是刚好，红色的话又太软了。我们钩子前面都有一个弯弯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就是用来勾住它的。勾住之后呢，我们就往下拉。掉下来还可以用。可以啊，掉下来是还可以用啊，只是它就会有一点点受伤了。这一颗可以吗？对，那一颗就可以了。蛮简单。猜不到。对我来说很难。那么高的呢？那就摘第一页。可是低的都没有啊。那就低的都先摘完，那个如果没有的话再找摘高的啊。我会不会砸到我自己啊？好有成就感。我们柿子的品种有3种哈，我们有牛心跟石柿，手上这一颗，它看起来像心脏，就叫牛心柿。为什么这个那么硬？有没有像石头一样？有。所以它叫做石柿。这个为什么那么像芒果？这是芒果吗？哦，不是，把它想象成很长的话，这是什么？毛笔。笔，对，所以这个叫做笔柿。新做嘅刺诶，对9月开始炸，大家集团都有出产无相样嘅品种，故所也下来了味，如何做得来听数？比说来看哪呀？马上做得炸到最多嘅刺诶了。好，我要计时开始哦。看我没发到，你小心一点，不要被我用。用打就死定了。快点，剩10秒，快点！4、3、2、1，检查看看哦。好，都可以。这样8颗。这是5颗。好，比我多直接赢了。耶，我打败张方宇了。他这方面本来就赢。顺利的时候就感觉很开心，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到。炸下来嘅刺诶啊，做唔得不用太久，要夹夹留叶尾同光小剔，撒下来勾刨皮，伫罐顶做刺法嘅季节，当然啊都有加把扎嘅刺诶要处理。不过根本嘅洗厝罐迄种嘅晒鬼，看到刨剔皮嘅刺诶啊，就想要先洗以后。好啦，咁咪当兄弟，我拿来做刺法嘅刺诶，洗起来我无强用无啊。好难吃啊！嘴巴都是好干哦。这样嘴巴张不开，粘住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它里面有单宁酸的关系，这就是涩的感觉。现在这个是像毒药一样，我等一下再请你们吃我们的柿饼，它是解药。不过啊，想要试到当好吃嘅吃法，还有当多条路要听数诶，刨剔皮嘅吃诶，会开始天天嘅用法，故所也条吃诶啊，还会夹夹拿到咱爱炸蔬菜表，这样做得哦。现在推进来的步骤呢，我们就是先让柿子进来做一下3温暖，因为呢，我们刚刚在削皮的时候，它已经受伤了，先帮它烤成保护膜，就像我们跌倒要贴膜一样，虽然很逊，可是有没有很像？有炭烤的味道。眼睛好痛，闻久这个味道觉得呛呛。可以出去了吗？我已经哭出来了。一扎间粉肚都会用草烧出来嘅盐，伫做吃法嘅季节，就会当日24点钟用草火去熏。一扎做法离太高屋下已经传成体系态咯。故所想要做吃法，冇做嘅软功夫要练到当好哦。不过下嘅洗厝罐啊，还冇按强诶，嘅是做得往行一铺来吃看奶咯。现在我们要让它做日光浴，
我们在晒的过程当中是把它里面的水分排出来。新竹最有名的九降风，把它吹干。第3天之后，我们要帮它按摩。就外表把它捏一捏。像你们刚刚那样捏的话，基本上它就会变成马吉了。来，大拇哥，我们就这样子用力给它捏下去，它就会跟你笑咯，就会有一个酒窝。每个都要这样捏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。那士兵哥哥为什么要这样捏？看外表是干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它里面还有水分，你捏的时候会感觉水水的，我们就是要把里面的水分再排出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要帮它按摩的用意。原来啊，要做出一个吃法，係按摩蓋啊。相看啊，至少要用5步來完成呢。不過看洗廚官嘅用嘅，你哋一年當場都唔記得槍槍咧。冇相干，吃法阿姨準備嘅吃法舞，我聽說5兩3記得吃法係用班做出來嘅哦。左搖搖，右搖搖，太陽公公出來了，太陽公公曬一曬，九降風兒吹吹吹，生的炭火烤呀烤。事事如意，耶！最讨厌炭烤，最喜欢拔柿子。我看视频那个哥眼睛也红掉了。最不喜欢炭烤，这个地方太邪恶了。如果你被分配到这个工作怎么办？我就不干了。戴防毒面具。5兩3年唔好嘅鋪，其實啊，係晒吃法最重要嘅一步呢。做好嘅吃法，除咗做得吃夾色。地太個還做幾個餅，按樣啊，你做得吃夾食到公肉咯。風衣老青肉，老菜都準備好些咧，就夾夾帶等新做來嘅吃法，強下準備來攞做下煮菜咯。今晡日啊，我老細廚官強下煮菜嘅係鍾玉山先生，兩組小朋友都愛用番薯來做料理，寒假啊都會愛做甜點呢。那你們今天做的菜是什麼菜呢？野薑地瓜 Q 餅。好，大概就是不規則狀，這樣子往前推，往前推，一點都不好切。等一下，我想用剪刀。我讓你試試看你剪的，可以剪嗎？你看你的都變小碎丁了。我知道一個方法，用字麻煩。這就好了。那我們現在切完地瓜，我們就要拿進來蒸哦。老師，那為什麼要用這個鍋子，不用電鍋？其實它跟電鍋原理是一樣，還沒有電的時候，熱水煮到滾啊，然後它的那個水蒸氣用燜的方式把它蒸熟的。好，嗨跟哈嘍，你們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麼？拔絲式地瓜。好，圓的東西它是不是會滾來滾去？所以我們可以找平的地方，讓它立着。它就不會滾來滾去了。往前推。我覺得你切的時候可以跳一支舞哎，因為你切的時候你的身體都會這樣，都會跟着你的那個身體一起動。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切柿餅的部分，細細小小的就好了，因為它等一下會夾在地瓜裡面。這有點像蒸熟的地瓜，有一點黃金色，好像在就是用尺切黏土一樣，因為它黏黏的。接下來這個動作很困難哦，沒有人要問我。多困難？我示範給你們就知道多困難了。呀，真見當困難呢，我落番薯嘅檔案，話睇一些啲，個表嘅吃法，故所係愛多啲耐心嘅一步哦。風雨落前肉啊，記得要出天天嘅完成佢啦。隔壁嘅洗廚官已經落番薯整熟咧，撒下來啊，愛行一步咯。熟了嗎？試試看，知道用什麼方法？用叉子叉，是不是很容易就下去了？表示它熟了。對，就表示它熟了。那我們今天就是先利用還沒開花野薑花。老師，這一朵可不可以吃？從頭到尾都可以吃。不好吃，不好吃，因為那個葉子的味道不重。經過料理之後，它那個葉子的味道會比較去除。那野薑花的花可以吃嗎？可以啊，可是像這種開花的野薑花，我們有時候就會拿來炸天婦羅。對哦，小象有拿到訣竅嘍。你碗放下面用倒的，不要用倒的就好了啦。不要，你这个是失敗。現在把地瓜倒進去。
不要再故意滑你嘛！我没有滑，我很轻，我没有故意滑。注意啊，唔好讲咩鬼咩怪咧，也要调好嘅番薯蓉，还要个加糖、捞糯米粉，详细嘅切匀过后，就做得攞做一团一团圆圆嘅样诶，也是要时间天天嘅做，二条啊就唔好过严加咯。今仔我自细厨干，记条嘅料理，每个人开始萝卜咯。你们要从大块的开始夹还是小块的？小块。要从大块的开始夹，因为大块的比较慢熟。然后等一下要怎么样辨别它可以拿起来了吗？等它浮起来，就是泡泡变得比较少。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说，我们可以拿叉子稍微去刺它一下，比较容易插下去的，就代表它里面也熟了，就可以赶快把它夹起来了。它炸完以后皮就酥，看起来酥酥。好，那这就交给你们自己炸喽。那我去大象跟小象那边了。好，阿丽亚她会做嘛该嘞？压扁，要压多扁，这样子的厚度0.5公分。好，对，0.5公分。太厚会怎么样？太厚会没有熟，那太薄呢？会破掉。先把它剥起来。你看这个太慢翻已经黑掉了，所以你其他的不赶快翻，它就会变成黑饼。黑饼变黑饼了，夹起来，夹起来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小的都可以夹起来。有的已经双面胶了。老师，这个是会把火关掉。如果把火关掉的话，它吃起来会很油的感觉，所以你可以把火关小。哦，那就好了。全部都焦掉了。有4个变黑胡椒了。一面的话，大概煎20秒左右，就要让它翻面了。先热锅，那麻烦 Hello 帮我放糖下来，均匀哦，不要一次倒。老师，那为什么要弄均匀？你要让它是平均受热，它才不会有的地方就是已经完全融化，可是有的地方还没有融，所以我们要让它均匀的受热。然后给我那个水，然后因为我们要让它平均嘛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从一个方向转一下。那知道为什么我们这里面要加油吗？才不会有颗粒。不是，如果把湿地瓜它要油亮亮的话，我们就会加一点点的油，去增加它表面的光泽度。那老师，为什么那个汤里面现在有不同的颜色？因为它中间的温度比较高，所以我们要把火转小一点，不然等一下中间都烧焦了，我们旁边的还没有融化。等冰砂糖溶脱过后，就做对了破好嘅番薯放入去。本打啲番薯啊，都温了一层咖啡色嘅糖，沙丁就要夹夹变到冰库水度，本糖冻夹乾起来，也规串做法，通做要冻夹咯。希望伊唔拄好啊，无会拄嘅糖就要出火烧咧。试试看柿子，这柿子啊，好好吃哦。好苦哦！因为是糖烧焦了，所以如果没有烧焦的话，吃起来就不会苦苦的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试吃 Q 饼，烧焦了，我觉得蛮难吃的，没有煎熟，好难吃哦，好难吃。那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感觉？有一种怪怪的味道。身体不舒服。他不是已经开窗户了？那边不能开，那边要放摄影机。他想要开那边窗户，那边就没就放摄影机。野姜花是。晕车有吐吗？有哦。那你这样子这么会晕车，那长大载女朋友怎么办？就开敞篷车。开敞篷车，敞篷车就不会晕车吗？对，因为有窗户。因为有窗户。